来自兰屿的岛族人张世凯8月12对台东中滨出发，用甲邦船进行海上环岛。2日下晡也来到故宫南院分享甲邦船的文化。除了是为着要完成甲已经过身的导演这必然的约束，也希望讲透过海上环岛，互民众认捌到这个岛的文化。伫故宫南院的至善河过平板舟，南屿党务族的张世凯8月12为台东出发，用平板舟环岛。26下晡来到故宫南园。这一次的活动搞不好也是最后一次，因为兰屿人也不一定会再想出岛绕台湾岛，这是史上第一次。就是想要让大家知道，兰屿平板舟文化的整个传统文化系统，对，然后我们对海洋生态的保育。张世凯表示，这是因第一届用特有的平板舟环岛，选择来到故宫南园，希望会等趁这届机会了解兰屿的文化。对，那我们的兰屿船的特性，它是锥形，那有别于台湾的平底竹筏。对，那南岛舟型呢，它一般都是锥形的那个状态去横渡海洋。张世凯这位平板舟的工艺师，嘛是家己的鼎赛。伊讲当初甲看见台湾的导演齐柏林有约束，要用平板舟环岛，刷来伊暗算31亿过去屏东，完成20天的环岛行动。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。